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文化中心的平面停车场，那我们透过跟前瞻建设争取预算呢，把这个平面停车场立体化，那变成是一个7+18层楼的立体停车场，还有一个地下1层楼的机车的停车场，那总共可以提供211个汽车席位跟172个机车席位。我想对于解决不管是周边民众的停车问题，跟要来文化中心看展参观的民众的停车问题的解决，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市政府对于停车场立体化的政策会持续的进行。那今年下半年也还会有大概2场的这个前瞻立体停车场会来这个完工来启用。那我想会持续的来跟中央争取预算，也在持续规划市区的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在我们里民也等了很多年，盖好之后也会让我们周遭的里民停车更方便，因为那个也疏解到我们文化中心展演之後的停車問題。長榮酒店的停車機車也可以疏解，真的是對我們忠孝里這裡的停車有很大的改善。在1樓跟1樓的挑工區，也就是有2層樓的一個高度呢，未來將由我們文化局來規劃為文化中心的一個藝廊使用預定在今年年底，那我們就會完成室內裝修。那馬上呢，我們就會來策劃第1檔的一個特展，會有成大的陳明慧陳老師以多元族群的角度，然後結合多媒體的一個創作我們來展現一個文化中心複合空間一個藝廊的一個展示的一個功能。那這個會在明年的一個上半年呢，我們就會向各位市民來推出，也歡迎各位市民在享受一個便利的一個停車空間的時候，也能夠來觀賞我們優質的一個藝文作品的一個展出。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解文化中心新风貌，智慧前瞻好停车，台南文化中心立体停车场正式启用。我们东区文化中心旁边的立体停车场以及演艺空间，终于能够停车场先试先行，先能完成。那么我们文化中心的在演艺厅新增加1、2楼的演艺厅这个部分，也将紧锣密鼓的展开，即将完成。因为这个地方为了要维持文化中心的展演活动，所以说是等于说穿着西装改西装，因此工程进度没有办法大刀阔斧很快的进行。总之，也让周边的里民以及台南市民盼来了新的这个停车空间，尤其在东区寸土寸金的地方，那停车空间稀缺的地方，我们能够及时提供211个汽车以及172个机车，对民众的停车拥塞的情形的疏解是有帮助的。那随后东区还有其他的地方，包括监理站的这个旁边的图书馆以及立体停车场，还有北区的承德里的立体停车场，以及原来这个善化的 LM 区的立体停车场，还有永康成功里的立体停车场，这些都会陆陆续续在这1、2年内完工。那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更大幅度的疏解我们停车的需求。另外是估计欢迎收看3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首先来关心议会临时会消息。在这届临时会中，抗疫利益低档的在后中建加补助，成为议员关心的焦点。正因为台南在区超过4100户受损，市府原本只补助红黄单的部分，不过伫议员积极争取，市长委托上午伫临时会最后一天宣布，针对无大单一般主体建物受损的部分，有收据的补助上限是5万块。结构体表面裂纹以及面材损坏修缮上限3万元。2、水管破裂损毁上限5000元。第3，水塔损毁上限5000元。抗疫利益地档将近2个月，南西在区除了红单的补助以外，因为无大单，也阁有千几户市府无建议救助办法，成为这摆议会临时会议员关心的焦点。
20号闭幕，其中每条的宣布载明有单据的征收上限5万块等具体补助，需要马福议员进一步厘清如何认定，并要求简化流程。到底是拨偌钱出来？无你敢咱补助我都唔知啊！啊，你讲迄个基金，咱零个赚下要12亿左右嘛吼？到底是偌？这个价格咧几亿啦？上给他敢回答啦。要什么样的资料务必要确认好。无单据的部分是不是要用照片，或者是说如何来认定，或是他签切结这些方式，这里要跟市政府做个提醒，然后看你们用上面红线一次拟好。一次出来。台湾多拉体在面发声，嘛以每年产业文化活动为例，因为造访人数比去年同期减了5成，所以要求市府比较花莲提出在区观光振兴方案。很多观光客不敢来的状况之下，是不是可以研拟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观光振兴券，然后用在特定的，就是这些灾区的地方，我们就是指定说可以到哪些。就是哪一些地区去游玩可以折价的这些振兴券，是不是可以来研拟发行？在后中间叮叮塔塔，市府强调，因为是天然灾害，所有的补助不是补偿，更不是理赔，除了持续的对外募款，也是爱依法。台南新闻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山区这在地庙宇的一庄一下，拢是民众所关心。不过现在这山区民众因为地动受灾，同款对着受损严重的庙宇，根本无钱来征收中建。所以这届议会临时会有这议员提议，希望市府专案补助庙宇的征收，来减轻地方负担。台南抗议里地动伫受灾对象当中，其实也包括庙宇受损，因为毕竟台南是众神之都，南西、东山庙宇相当的多，都反映被打红单却无补助的，所以议员陈丁伫临时会就要求市府帮助合法建造庙宇渡过难关。73间哈，这个数据的部分也跟内政部呈报了，那内政部我追踪他们的进度了，内政部也跟相关单位在讨论，因为这以前的那没补助过哈，所以他们也在讨论那个补助的办法。好，我们会继续予以追踪。我想加速哈，我想今天我们今天3月知道今天市长3月20告诉大家未贴单的补助，那后续大家开始关心这个关于庙宇的红花单部分。其实那个对地动了哈，我开始对的受损公庙的部分，我一直拢会关心。应该持续的去关心啦，尤其在山区，他们其实特别的辛苦啦。那另外就是说补助的方式。单据的减负怎么程序让它更简便，更符合这些民众的需求啦？因为可能当时兵荒马乱，很多单据上有困难，怎么样可以更简便的方式让民众申请更加顺利？如果能补助的话，那以后那细节的部分我们会再跟他讨论。不管是庙宇还有这个未贴单补助，希望程序都可以更简便。山区民众多数拢做事，过去拢是一庄一下来建造庙宇。即摆民众家己拢受灾，无法度金钱捐献，所以议会临时会有侪人提案，建请市府到补助庙宇，减轻地方负担。台南新闻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国际合作开发基金会是外交部所属的财团法人，因为了协助友邦，或者是维持友好，每一档拢会开办侪经济贸易，或者是农业等相关的专业演示甲参访。其中国际参访团20号来到台港科技园林安英红的公司来交流，透过智慧水产的养殖系统，希望协助友邦来发展水产养殖。来自南非、斐济、密克罗尼西亚、智利、阿根廷等23个国家，总共25位外宾。3月20在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的安排下，来到台江科技渔人严荣宏的公司参访。会中针对台湾水产养殖发展的 AI 智慧系统进行交流。You have a cloud, and you have locally different sensors and actuators. What device are you using locally? 透过这个怎么样的管理模式是把人力减少的，然后又可以吸引年轻人来为这个传统产业尽力的。目前看起来就是AIoT 的系统整合，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向跟做法。
那目前吸引这个全世界大概23个国家来取经的这个活动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真的落地了，花了3年的时间，把这个系统做一个完整的整合，然后也可以这个开花结果了那另外大家一直担心的是鱼电共生是不是呢？增重电假养殖这件事情，也可以透过这样的系统来做一个养殖事实的查核，然后也让这样的大数据呢，让政府监管单位都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到底养了多少鱼，然后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收成。这套 AIoT 智慧水产养殖系统，不但可及时掌握鱼温的各项资讯，也可透过远端操控投放饲料、给养等各种功能，透过科技辅助，让精准养殖不再只是口号。3位很重要，就是通讯、暂且物理，这3个很重要，这是关键因素。这3个拿好了后，所有的碳权碳汇我们就可以计算。咱到底用安尼智慧养殖新瓦新瓦材料，我们就可以完整计算。所以弄到最后就是算力，现在未来就是往算力在走。参访团成员认真写着笔记，也积极提问，希望将这项技术引进到自己国家，提升国家水产养殖发展。Fiji really still does not have this technology, and from learning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have here, it would really help because lots of times used to have training with those who have fish farms, and they used to do the manual feeding. Having this technology or adopting this technology would be really great because it would be saving labor. Instead of running all the way from where they are, they could just press the button and then the fish are fed. 这次带23国25名的这个外籍学员来台湾，然后到台江农业生技这边来参访。那主要是想要跟这些外籍的学员介绍台湾在养殖渔业上面智慧控制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当然也希望说把这样子成功的经验跟技术可以转移到我们友邦友好的一些国家。不只在公司交流，参访团也实际来到渔温参观，体会传统渔温融入智慧养殖后的转变。确信透过科技，可以让渔民好像有了超能力一样，从远端就能管理多个渔温，达到异地共管的策略。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基隆正滨渔港有济济海味，其中上新的美食焦点，就是由头家 Jeff 所精心打造的餐厅。该餐厅将在地人的生活记忆甲现代料理的特色完美融合，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拥有5米挑高的独特建筑设计，宛如望远镜般朝向出海口。餐厅内每一个座位都能饱览海景。老板 Jeff 创造出新旧交融的温暖氛围，保留老建筑的历史痕迹。我们保留了它原本的一些表情，然后我们在做一些室内设计，像这个很漂亮、很平直的曲线，它其实有点新旧的结合在这边。那这个空间的感觉，它不至于过新，也不至于过旧。我们希望保留它原本的表情，跟它最棒的温度。就是要让人感受到温暖、舒适又充满历史情怀的用餐环境。所有的家具都是实木打造，温暖人心的还有与在地连结的餐点，像这阿勾担担面就源自主厨 Penny 的童年回忆。阿勾担担面的起源这样子。我们的 menu 里面很不搭嘎的就是有这个阿勾担担面，那这个就是我们跟在地连结的方式，它是一个情怀啦。展现与在地连结的情感，还有很秋的章鱼脚。受到西西里岛启发，以特殊烹调手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软嫩口感。西西里岛跟台湾很像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四面环海的一个岛屿嘛，然后它也有非常丰富的海鲜。那尤其是像这个章鱼脚的部分啊，它是非常软嫩，就我们把它变成烤串的方式，我们是把它先炖煮后，然后去烤。那它搭配的是秋葵或是虾，就各种不同的搭配，看季节。软嫩的口感颠覆一般人对章鱼脚的想象。另外，最受外国人欢迎的炸鸡，则融合原住民摆盘美学，以清酒腌制，创造出独特的风味。外国客人最喜欢的一道料理，我们这个大小刚刚好，就是外面是酥脆的，里面是 juicy 的。它是搭配了大营养的腌制，它就是在风味上面增加了蛮多的特色在里面。大小刚好的炸鸡滋味令人难忘，如果够幸运，还可以品尝到隐藏版的料理。
这一只是白熊鱼，那白熊鱼它的特别性就是它的油脂很厚。油脂厚，肉质细。那我们做成一夜干的料理，它同时温暖，让它的油脂香气可以爆发出来之外，在油脂跟香气当中，你又可以品尝到鱼肉的细致度。我觉得在冬天的鱼缸里面可以吃到这样的鱼，然后闻到它的香气，是最幸福的一件事。而在甜点饮品的部分，也让人意犹未尽，像是获得世界康普茶大赏的热带水果康普茶，适合海边氛围的海苔拿铁。拥有湿润绵密口感的铁观音巴斯克 cheese 蛋糕，虏获了老饕味蕾。茶味在这个巴斯克里面很难被呈现，那它真的需要一直不断的试，才能试出怎么样把这个铁观音这个茶的味道加跟这个奶的这个味道能够融合得非常好。完美融合茶香与奶香，为饕客打造融合视觉、味觉、听觉的五感飨宴。老板 Jeff 与 Penny 用美食传递着岛屿共同成长的生命故事，为消费者带来截然不同的渔港饮食体验。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弄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为了高雄左营路成路甲富民路交叉路口的三家汤，原本是当小800会，去年因搬迁以后，地主于4月外将土地甲建物卖予建设公司。对此，房地产业者分析，建商目前是以租金来用地，来当整合周边的停车场，搁再开发，商业的利益相当可观。工人忙着装修，加紧赶工，让新店面能准时开幕。位在左营区富民路与玉成路交叉口这一块土地，过去小北百货玉成店在这里经营了20年。搬迁后，旧屋主开出121平店面90万的价格重新招租，结果在去年8月底，以4.29亿的价格将土地与建物卖给因是建商的阳性自然人。南边还会接一个富邦 BOT， 所以从博爱2路这边附近，博爱2路、博爱3路这样连接起来的话，其实发展都是非常的畅旺的，就是说未来是非常的强，而且加上这边也有学区的加持，所以而且它这边最厉害的是它有商办。时代富豪大楼就是在旁边的商办，就是这边商办的需求一直都很强啊。根据实价登录，整体地坪约为187坪，建坪为112坪，是一栋屋龄22年、地上1楼的透天，换算地坪为228万3千元。新买家建设集团接续将建物出租，房仲业者猜测，建商出租仅是在养地，整合完一旁的停车场后，再做后续开发。它现在目前的地187坪。其实我觉得可以跟隔壁的土地如果整合起来的话，那个有188坪的一些停车场的用地整合起来的话，两个超过360，其实它的用一些奖励容积的方式，可以得到更大的坪数效益。我自己在看说，如果现在商办需求是比较强大的，但是如果现在这3到5年之内如果没有一个成型的话，我相信建商应该会。除了养地之外，或者继续出租嘛，以那个就是看时事变化怎么样。新店面的装修工程将重新铺设地砖，因此封闭原先的骑楼通道，造成民众只能走在车道上。在里长的提醒后，施工团队承诺，近期就会向交通局申请路权，增辟1.5公尺的人行通道。因为我们地板全部都打掉，再重铺、重整理，所以含这个。店面大概要2个月的时间我们现在赶快，因为我们台中下来也不熟现在都有问了我们就要赶快处理。之前小北百货在这里的时候，这个骑楼他们有占用，就曾经就是检举讨论过。那小北也释出善意有把这个人行空间挪出来了。那现在他们撤走，换新的厂商希望施工单位能够尽快把这个人行空间空出来，让他们能够。继续使用。店面临近巨蛋商圈与未来的富邦凹子地区域发展看好，业者评价建商购地眼光是相当锐利。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
台铁公司伫高雄车站第2月台试安装用缆绳来升降的月台门，这款的设计因为甲传统完全无同，引起各界关心。连高雄这份公司嘛前来参观，评估这款的设计够适合。为了防止落轨事件的发生，近期各轨道运输业者严厉增设月台安全门。台铁就在高雄车站的第2月台试行安装了上下缆绳升降式月台门。这种设计不同以往常见的左右开启式，引发了关注。高雄捷运公司也到场参访，评估它的适用性。所以我们也有去台铁这边，然后去看一下他们现在是怎么样做的这个隐形式的月台门。那另外的话，我们这边也有跟日本的 JR 这样的一个集团，那我们也有请他们到时候会来跟我们做一些说明。那希望说可以对于我们未来自己要装设月台门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规划。目前高雄捷运的高架路段只有少数车站设有月台门，民众都普遍认为，如果能够增设这类型的安全措施，将可以有效的预防意外发生。我觉得它部分应该设了，因为还是有安全的考量，可以让老人小孩集中在那边，不会摔出去。当然是有比较好啊，比较安全啊，因为有的人走路都喜欢靠旁边走。不过，目前台铁试办的新型月台门，由于绳索相当密集，外观设计引发不同评价。部分捷运乘客也表示，高雄捷运如果要采用此设计，可能还需要多加审慎评估。不用这么复杂，要至少有像有个隔离这样子，有一段距离就好。所以你觉得像这样子有点太大了？对，而且太高，我觉得太高了。就是说不要超过腰部到胸部之间就可以了。这样子太多了吧？不然的话，你如果通通盖着就不好看了。其实台铁它这边做的这个隐形式月台门非常的宏伟哈，就是它的这个是希望说可以把整个月台都做了一个包覆。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我们捷运的车站它的月台没有这么的大，那我们的车厢列数也没有这么多，我们的车种比较单一，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未来我们会装设的月台门的话，就是只有一种，然后不会需要去因应各式各样的车型。由于捷运列车车型统一，而且车厢长度比较短，是否需要采用此类型的升降式月台门，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但高雄捷运公司也表示，为了提供给乘客更安全的乘车环境，广泛设置月台门已经是未来目标。记者孙军高雄报道。以全民美术馆作为号召的新北市美术馆，经过多年的筹备，将要甲大家见面。伫见面之前，市长侯友宜嘛带大家回顾美术馆建设过程的点点滴滴，同时宣告美术馆将伫4月25日正式开放。新北市有山有海，有城市有乡村，自然景观丰富，族群多元，也是全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新美馆在筹备期间，将艺术带入校园，关心自然生态的永续议题。我们希望新美馆成为永续的生活化美术馆。新北市美术馆历经了多年的筹备，即将要和大家见面了。侯友宜指出，新北市需要一座全民的美术馆，能够结合在地特色，并与国际接轨。这个想法历经了多任的县市首长，从90年代就开始酝酿。在这块土地，很多的艺术家蓬勃的发展，也有很多的艺术产业。尤其光我们新北市的几个大学，就可以培育出很多的艺术人才。新北市有台湾艺术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华梵大学，甚至有复兴美工，很多的艺术家都从这里应艺，还有很多的产业。光我们莺歌、三峡周遭的跟艺术有关的产业就蓬勃发展。新北市理当要有一个全民的美术馆，能够跟在地结合，也能够跟世界接轨。所以其实这个想法不是来自于我，来自于历任的县市首长，以及在地不管是莺歌，不管是三峡、土城，所有的很多的民意代表的声音，包括当年的镇长乡长都非常的关心这个区块，希望能够有一个新北的美术馆坐落在这个区块里面，来结合文化观光经济产业的
蓬勃的往前走。新美馆的董事长刘和然在致辞时表示，作为美术馆的董事长，希望能够打造一座真正的全民美术馆。那我们董事会跟监事们，我们会依照市长的指示，把这个所有未来做得很好。第一个，它就是全民的美术馆；第二个，它一定会在地化，跟在地的产业连结，跟在地的文史接轨，跟在地的所有的民众一起扰动，让在地新北市的孩子可以进来学习，长辈可以进来感受整个美术馆未来的一个营运。所以它是一个全龄化的美术馆，它也是一个可以体验、可以不断学习的美术馆。我想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落实。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边紧邻了我们的陶博馆、李梅树这个美术馆等馆所非常的多，人文风景非常多，所以它不仅是莺歌，它其实是我们整个区域性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跟国际接轨，这就是市长特别提到，在这边站立，面对我们未来的世界。新美馆的馆长赖香伶说，新美馆不单只是展示艺术作品的场域，更希望成为一座重视倾听、回应观众与社会期待的美术馆。为了体现创馆愿景和核心价值，新美馆将推出多项精彩的展览和艺术计划，迎接开馆。那新北市美术馆作为首座的现代和当代美术馆，那新北市美术馆将立基在地，面向国际那我们是一个从在地走向国际的一个城市美术馆。但在这里呢，所以我们需要关照市民的需求，然后关注艺文的发展，连接新北市这里面有非常多元的文化场馆和艺术社群。我们希望能够实践美术馆推动全民学习和社会连结的重要使命。坐落于新北市莺歌溪和大汉溪汇流的三鶯填土新生地的新北市美术馆，由国内知名的建筑师姚仁喜和他的团队所设计，位在小山丘上，周围被群山围绕，视野相当的辽阔。新北市美术馆4月25号正式开馆前，4月8号到13号也会展开试营运，并且启动一系列的开馆活动，邀请国人和世界旅人一起见证北台湾的新地标。记者吕奇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波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
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